镜头来看，国内嘉义水上乡一间汽机车回收厂，昨暗头仔6点外着火，火势烧甲真猛，搁一直有爆炸声音，实在是真惊人。空军基地消防车嘛赶紧去斗拍火，若这火是伫暗时9点拍花，加载无人受伤。大火一直冲到天顶去哩，火场也阁一直听到爆炸声音。这间一个嘉义水上乡中山路2段的汽车资源回收厂，随时6点多发生大火。嘉义县市消防局接到报案，总共派14台消防车来拍火。灯就烧起来啊！迄火位车要哪点拢汽油呢？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，回收厂已经规个拢着火，一寡报废的车内面也有一寡机油加汽油，所以火烧甲正猛。现场也阁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。水上乡长协调空军基地消防车到3工来拍火。我协调那个空军的那个消防车，那消防车它是泡沫车，而且它那个可能它的马力比较强，所以它那个打出来的水可以打比较远。火正大，乌烟冲到天顶去哩，连伫咧2公里外东西向快速公路赛的车，拢会人看到天顶的乌烟。回收厂的业者敢若是惊过头，上边治疗。头家讲惊者讲去病院哦，是啦，可能无爽快吧。我叫伊去病院较快，那边比较烦恼。现场炭烧的面积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，伫暗时9点5分，火已经拍花，无人掉伫咧内面，也无人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